掩护躲在那个桌子下面，稳住是手要抓那个桌角，桌角。在房间睡觉的话，那个转成那个跪拜的姿势，然后枕头放在头部还有颈部那边保护着，保护头部、颈部。哦，前几天那个地震哦，9月18号，台东时上的大地震6.8级，前一天晚上9点41分呢6.4级。想说那个地震过后是余震，没想到还更大了，还是主震。9月17号了，竟然不是主震了，是9月18号了，下午2点44分了才是主震了，6.8级呀。前天晚上的6.4级啊。台东说50几年来最严重的，好多桥梁了受损。什么高寮什么桥大桥，哦，那个最严重坏，倾倒坏掉，有的房子啊二楼的变1楼呢，整个压下来，好可怕哦。还有后天错3楼了就压倒，又倒了倾倒了压到超商呢，还好4个，好像员工有跑出来，然后又有救了4个人，还是就在2楼3楼了。救那个路人被压的母亲用身体保护了女儿呢，后来都被救出来，困了3个小时呢。人生的无常灾难呢，要赶快得名师指点，求道赶快求道，得名师指点，得三宝，找到灵性自我真我。哇，身慧命无穷啊，肉体的生命有限。哦，那个地震来的声音地震警报的声音就是这种声音啊。哦，那9月17号来了3次呢，9月18号好像也是来了3、4次，都是这种声音呢。哦，那个声音来了没几秒就开始摇了，摇。哦，原来摇很久呢。东部的时候好像摇超过1分钟。全台有干呢，这里新营这边也有干了。哦，第2天呢摇得比较厉害，第2天下午2点44分，摇得很厉害，好像坐那个船哦，摇得很厉害。